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今日為大家慢慢講一講腸道健康同生理時鐘之間嘅關係。呢個話題近年嚟，醫學同養生界都好重視，因為腸道唔單止負責消化吸收，仲會透過代謝物同神經傳導物質參與人體一日嘅晝夜節律調控。研究顯示，腸道菌群嘅多樣性同活性會隨住一日之中唔同時間而變化。如果你作息亂咗，腸道菌群平衡就容易被破壞，繼而影響免疫力同代謝功能。相反，如果維持規律作息，配合均衡飲食，腸道菌群就能夠同生理時鐘協調運作，消化效率會提升，情緒亦會比較穩定。生理時鐘係人體內在嘅節律系統，主導睡眠、荷爾蒙分泌同能量利用。當你經常熬夜或者飲食時間亂七八糟，腸道菌群嘅活動節奏就會失去同步，腸道屏障功能下降，增加發炎同慢性病嘅風險。但如果能夠維持規律生活，腸道菌群同生理時鐘就能夠互相配合，讓身體運作得更加順暢。改善腸道健康最有效嘅方式之一就係透過飲食。首先，纖維質同發酵食物有助維持腸道菌群嘅多樣性，避免深夜進食就能減少腸道負擔，讓菌群喺夜間好好修復。睡眠品質亦好關鍵，充足睡眠可以讓腸道菌群喺夜間完成代謝循環，支持免疫系統。運動則透過改善血液循環同壓力調節，間接促進腸道同生理時鐘嘅協同作用。食物選擇方面，着重高纖維食物，例如全穀類、豆類、蔬菜同水果，呢啲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為益生菌提供養分。益生菌食物如希臘、乳酪、黑菲爾、泡菜同味噌，能夠補充有益菌，改善菌群平衡。而益生元食物如洋蔥、大蒜、香蕉同谷穀根，就好似益生菌嘅能量來源，幫助佢哋繁殖。同時，應避免過多加工食品、糖分同酒精。規律用餐時間亦好重要，避免深夜進食，並保持充足水分同多樣化飲食。總括嚟講，腸道健康同生理時鐘係互相依存嘅雙重系統，維持規律生活、合理飲食同良好睡眠，不單止可以讓腸道菌群保持平衡，亦可以讓生理時鐘運作順暢。呢種協同效應，正係現代人追求身心健康嘅重要基石。當我哋慢慢留意呢一切，其實唔單止係關於食物或者作息，而係關於我哋點樣同自己嘅身體同生活相處。我哋經常以為健康就係要嚴格控制某樣東西，例如一定要食夠某種食物，一定要幾點瞓，一定要做幾多運動。但當我哋真正靜低觀察，就會發現呢種一定要嘅心態本身就已經帶住一種緊張同執着。當我哋過度專注於一樣嘢，好似只顧住腸道菌群，而忽略咗整體生活嘅流動，就好容易變得不安同擔心，擔心自己做得唔夠，食得唔對，就一定會出問題。但如果我哋能夠以一種開放同覺知嘅態度去面對，就會慢慢看到健康唔係一堆規則嘅總和，而係一種整體嘅和諧。當我哋留意自己每日嘅作息、飲食同情緒變化，而唔係急住去修正，佢就會發現身體本身已經有好強嘅智慧，佢會自然告訴我哋幾時需要休息，幾時需要進食，幾時需要活動。呢種覺知就好似一盞柔和嘅燈，慢慢照亮我哋同世界之間嘅關係。我哋活喺呢個世界入面，其實每一個細小嘅選擇都同整體有聯繫。當我哋因為擔心腸道健康而強迫自己每餐一定要食夠纖維，或者因為怕血糖上升
而夜晚完全唔敢食嘢，就係已經將自己同生活分開咗。相反，如果我哋能夠以一種安靜嘅態度去觀察自己每日嘅飲食同作息，就會慢慢明白，真正嘅健康唔係來自外在嘅控制，而係來自內在嘅和諧同覺知。當我哋唔再急住去追求某種完美狀態，而係 simply 與自己同身體同在，就會發現呢種整體性嘅覺知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最自然嘅療癒。有時我哋會覺得健康好似一件好複雜嘅事，需要跟足好多規則先可以安心。但當我哋靜低聽自己身體嘅聲音，就會發現其實好多時候身體已經喺默默引導我哋。當我哋唔再將注意力只放在要食乜或者要幾點瞓，而係留意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面嘅整體感覺，就會慢慢體驗到一種更廣闊嘅自由。呢種自由唔係逃避規則，而係超越規則，進入一種與生命自然流動嘅狀態。所以當我哋聽到腸道健康同生理時鐘嘅知識時，唔需要即刻覺得自己做得唔夠，或者擔心如果今晚又食錯就會出事。相反，我哋可以將呢啲資訊當成一種參考，然後以一種安靜嘅覺知去觀察自己每日嘅生活。當我哋能夠這樣去做，就會發現健康唔再係一件需要努力去達成嘅目標，而係一種自然嘅存在狀態。呢種狀態就好似呼吸一樣，當我哋唔刻意控制佢，佢就自然順暢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多一點空間去覺察自己同身體、同飲食、同作息之間嘅關係，唔需要急住去改變一切，只需要靜靜地觀察，慢慢地聆聽，就已經係一種很好嘅開始。如果你喜歡呢類關於身心健康同生活覺知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本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唔會錯過最新報道。以上係關於腸道健康同生理時鐘關係嘅報道，多謝大家收聽。